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係馬中寶，歡迎收睇呢一集與馬同伴賽後分享。本集內容純屬個人觀點及分享，並不構成任何建議。喜歡我頻道嘅朋友，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埋分享。2025年10月26號星期日，田草 A 跑道10場賽事，場地掛牌為好志快地，想分享下。場次124 4班1200米3號馬大愛無疆，孭127磅，14檔起步，快閘跑咗300米之後貼到欄領放，入彎前嚴重外閃，直路初由原本帶頭變咗落後2-3個馬位，之後騎返上嚟，最後50奠定勝局。贏1又4分3馬位，好戲劇性，嚴重外閃馬咁都贏得，先紀錄低。同場另一隻6號馬佐治傳奇，孭127磅，8檔起步，出閘力騎，跑咗200以貼欄，跟住前領馬入彎前而出，但前領馬嚴重外閃，被帶咗出去。最後85仍落後幾個馬位，衝返上嚟，終點前攞返條 Q， 唔係入彎被帶咗出去就唔使咁驚險，差啲連 Q 都冇埋，先紀錄低。場次129 3班2000米7號馬天象龍駒，孭125磅11檔起步，出閘後攝入內欄，1000米斷柱輸一條街，包尾掟個大彎入直路追，如飛殺上，終點前衝贏愛心神駒跑第一，初段大落後掟個大彎走蝕腳程咁樣返嚟，認真犀利，先紀錄低。好啦，我馬中寶繼續透過賽事影片揾備忘馬俾大家，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埋分享，下次見。